第22章，耶稣佫用譬喻对因讲：天国通譬喻一个王，为伊的囝儿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就找奴仆去，请遐个受调的人来赴宴席，因却毋肯来。王佫找别个奴仆讲：恁甲遐个受调的人讲，我的宴席已经有备好啦，牛甲肥的精生已经杀啦，逐款拢交备，请恁来赴宴席。遐个人毋插就行啦，一个到家己的田里去，一个做生理，其余的掠条奴仆，凌辱因，将因抬去，就大受气，车兵诛灭遐个凶手，烧毁因的城。对安尼对众人讲：喜宴已经交备，只是所调的人未配的，所以恁就去相找路口，凡若拄着的，拢调来赴宴席。遐个奴仆就出去到大路，凡若拄着的，无论好歹，拢招住来。宴席顶就坐满了人客，王入来观看人客，看见迄位有一个无穿礼服的，就对伊讲：朋友，你到遮来，怎样无穿礼服呢？迄个人无话通应。对安尼，王对找用的人讲：绑伊的手骹啦，将伊ฮ็伫外面黑暗的内，伫遐的确要哀哭切齿，因为受调的人多，敬的人少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议论，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，就找因的学生甲希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讲：先生，阮知你是诚实人，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，什么人你拢无寻正面，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。请甲阮讲，你的意见怎样？纳税互该撒，通毋通？耶稣看出因的恶意，就讲：假冒为善的人啊，为什么试探我？摕一个纳税的钱互我看。因就摕一个银钱来互伊。耶稣讲：这个上甲这个下是一罪。因讲是该撒的。耶稣讲：安尼该撒的物件就归互该撒，上帝的物件就归互上帝。因听见就稀奇，离开伊行啦。撒土该人常常讲无过我的代志。迄日，因来问耶稣讲：先生，摩西讲，人若死了无囝，伊的兄弟就带伊的妇人人为安兄生囝立后代。从前伫阮遮有兄弟7人，第一个带妇人人死了无囝，放落妇人人互兄弟，第二、第三，直到第7个，拢是安尼。落尾妇人人也死了。安尼，当国活的时阵，伊是7人中得落一个的妇人人呢？因为因拢带过伊。耶稣因讲：恁错啦，因为恁未明白圣经，也未晓得上帝的大能。当国活的时阵，人也无带也无嫁，
就亲像天顶的使者一样。论到死人个话，上帝伫圣经顶向恁所讲，恁无读过吗？伊讲：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，就是活人的上帝。众人听见这个话，就希奇伊的教示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踢掉撒土该人的喙，因就自责。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，要试探耶稣，问伊讲：先生，律法顶的诫命，倒落一条是第一大的？耶稣对因讲：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阁是第一大的。其次也三亲像，就是着听人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的诫命是律法甲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。法利赛人自责的时阵，耶稣问因讲：论到基督，恁的意见怎样？伊是一位的子孙呢？因讲是大卫的子孙。耶稣讲：安尼，大卫互圣灵感动，怎样称伊做主？讲：主对我的主讲：你坐伫我的正边，等我将你的对敌下伫你的骹下。大卫就称伊做主，伊怎样阁是大卫的子孙呢？因无一人会回答一句话，对迄日以后，也无人敢阁问伊什么。